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6，诗篇17篇8节安尼讲：求你保护我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我看捌伫你的实例。三角来祈祷，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的天父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诗歌，你是阮的拯救，你是阮患难中逐时逐刻帮助阮的上帝。主啊！你伫悬悬的宝座顶观看，看你的所造是遐尼宝贝，你疼痛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无比的恩典甲福分，你互阮伫世间来管理你一切所造，也引带阮行伫你的旨意。你的疼痛对阮到这悬大，主啊！阮要来到你面前，用全部的阮来感谢你，也要伫阮生命的每一天来学乐甲称颂你的名。主啊！因为你保护阮，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阮看捌伫你的实例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